大家好，我係 Project Umbrella 嘅 Brian。我哋香港人咧最中意去旅行。你哋去旅行嘅時候，會唔會都有一個習慣，就係會為自己買第一份旅遊保？你哋會喺買飛機票嘅旅遊平台上邊順便買埋旅遊保啊？定係你哋會去揾一個 agent 去幫你跟一份嘅旅遊保呢？今日我就唔特別去講太多嘅產品之間嘅分別，我就去講究竟喺一個線上平台去買一份旅遊保，對你哋嚟講係着數啲啊？定係你哋揾一個 agent 去買會着數啲呢？一個人開開心心去旅行，平安無事翻嚟，梗係用唔到啦。咁但萬一真係有啲意外，唔見咗嘢啊，跌爛咗嘢啊，或者喺嗰邊發生一啲意外嘅時候，旅遊保就相當之重要啦。咁但係你揾邊個去幫你手呢？嗱，今日咧我就同大家指出3個時間點，你哋會特別發覺原來分別係咁大嘅喎。第一個時間點就係你去買保險嘅時候啦。揾一個線上平台上面買旅遊保係相當之方便嘅，喺你買完機票之後再撳多個掣，你就可以買多一份嘅旅遊保啦，直接買單，好清楚係咪？係啦，咁但係你唔會知道你自己買咗嗰份旅遊保保障啲乜嘢，可能你就會揀佢第一個彈出嚟嗰一個嘅選項。但係同 agent 買就唔同啦，你同一個 agent 買嘅時候，你就可以問清楚究竟最大嘅特色喺邊度，究竟呢一份旅遊保有啲乜嘢係保障到你，乜嘢係保障唔到。呢個時候顧問就可以透過佢嘅經驗分享俾你聽，佢哋保障最大特色係啲乜嘢。通常你揾 agent 去買旅遊保呢，佢哋嗰一份嘅計劃嘅保障都係會全面過你喺網上面自己去買嘅喎。咁當然啦，保險公司亦都鼓勵每一位買保險嘅客戶呢，有一個顧問去跟進，咁樣會令到成件事嘅效率係相當之高嘅。因為萬一發生咗任何意外，真係需要賠償嘅時候，作為你嘅顧問，佢一定會想盡辦法幫你去 claim 翻呢筆錢翻。每個人買一樣嘢都一定希望有好嘅售後服務，所以咧喺網上平台投保嘅旅遊保險咧，可能你就要自己揾翻相應公司嘅 CS 去問啦。你去揾一個 agent 去投保嘅話咧，你就有一個專屬嘅 CS 啦。第二個時間點就係當你出發去旅行嘅時候，萬一發生咗啲乜嘢意外呢？如果你係選擇咗線上平台嘅保險呢，你就可能會手足無措啦。例如你話唔見咗嘢啊，你應該報警啊，應該同酒店講啊，應該揾邊一個去聯絡，應該要攞啲乜嘢資料準備翻去做賠償呢？你就要自己打上去個 CS 問啦。咁我諗作為香港人呢，你哋都非常之清楚知道一啲 CS 嘅等待時間係幾咁煎熬啊！你可能要聽翻幾十次佢哋嘅音樂錄音，咁你哋先可以接駁到一個 CS， 而且啲 CS 可能都相當之如果你係有一個顧問去跟進呢，當你發生咗任何事情嘅時候，你第一樣嘢你就會諗起佢啦，你會打電話或者 WhatsApp 問佢，喂，我發生咗呢一啲事情點算啊？當然啦，呢個顧問唔會好似個 CS 咁唔理你，而係佢係會盡佢嘅可能去幫你解決問題啊，因為你喺佢身上面買咗呢一份旅遊保，由嗰一刻起，佢應該咧就已經幫你負呢一個責任喎。面對嘅咩情況，需要啲乜嘢嘅文件，需要啲乜嘢嘅準備，同埋你要去報俾邊一個相關嘅機構知道，攞翻相關嘅證據。當你翻嚟香港嘅時候呢，你就可以揾佢幫你進行賠償啦。成件事呢係一目了然，而且相當之輕鬆啊。其實你去旅行最希望係咩呢？當然最希望就係平平安安啦。但係萬一發生咗啲嘢嘅時候，你都最希望可以揾到一個人去依賴，唔需要你自己去旅行嘅時候，仲要嘥時間去擔心埋啲咁無謂嘅意外嘅事情，係咪？最後啦，第3個時間點就係幾時咧？就係你去索賠嘅時候啦。如果你係自己喺線上平台購買嘅保險咧，除咗你要去翻相應公司嘅網站揾翻佢哋嘅賠償表之外咧，你哋仲要跟翻表格上面嘅清單咧去揾翻啲文件出嚟啊。但係有一個好麻煩嘅地方係乜嘢呢？就好多時候你需要喺發生意外嘅時候即收集一啲嘅文件，例如你就要去報警，唔見咗嘢，可能你就要去酒店落一個記錄。咁但係萬一你已經翻咗嚟香港先知原來要做呢樣嘢呢，咁點算呢？你就淨係可以透過 email 去同對方溝通啦。咁呢一度就會令到你相當之麻煩，就甚至乎可以影響到你個索賠嘅結果啦。咁但係如果你係揾一個 agent 去買旅遊保呢，當你翻到香港嘅時候 ，suppose 你應該已經知道你有啲咩文件要收集到，亦都應該已經準備好晒啦。呢個時候你淨係需要揾 agent 攞翻份申請表，簽個靚名，將你嘅證據同文件交翻俾個 agent，個 agent 就會幫你處理晒所有索賠嘅事件，而佢作為你嘅中間人，亦都會幫你繼續同公司保持聯絡，成件事相當之流暢嘅。講到尾就係你究竟想揀一個公共嘅 CS 定係你會希望自己買一份旅遊保都擁有一個專屬嘅 CS 啊？其實唔單止係一個 CS 咁簡單，買一份保險咧，亦都係 agent 同你之間嘅一個承諾。雖然
你喺網上平台同喺 agent 身上買嗰份保險，嗰個價錢係差唔多，但係你就可以擁有到一個專屬嘅 service。呢一個會唔會你都係想去旅行嘅時候希望有嘅一個服務同保障呢？最後提一提大家，其實喺市面上面咧係有全年嘅旅遊保險嘅。如果你係一個旅遊愛好者，亦都經常會去唔同嘅地方旅行嘅話咧，都會建議你去買一份嘅全年旅遊保，因為真係會慳好多錢啊！而既然你買咗一份全年旅遊保，而假如你真係買咗呢份嘅全年旅遊保咧，咁你就真係更加值得一個專屬嘅顧問去幫你跟進呢一年嘅旅程啦。如果你去旅行嘅時候，你都希望有一個 agent 幫你跟你嘅保險咧，歡迎你去揾我 Brian 去幫你去了解多啲呢一份嘅旅遊保險啊！如果你都中意我哋嘅 channel 咧，希望你去 like、subscribe 同埋去分享我哋嘅 channel 俾你身邊嘅人啊！今集分享到呢度先，下一集見。